大家好啦，我係邱榮峰，係香港嘅水墨藝術家。我自己本身就比較關注嘅係視覺經驗嘅。咁視覺經驗其實可能同我哋生活啊，或者係一啲印象相關啦，從而產生一種視覺嘅共鳴。除咗係一個展場嘅空間之外啦，同埋我畫面嘅建構一種空間之外呢，仲關乎係觀眾點樣去呈現嘅一種精神空間。咁所以我就都會多咗一啲立體或者裝置嘅作品。今次我嘅呢個展覽咧，都會有一件裝置嘅作品，就叫山外山。咁我就揀咗香港嘅一啲無人島，利用咗拓本嘅形式去做咗兩個全景式嘅結構啦，裝裱咗喺一個圓環裡面嘅。咁觀眾咧可以穿過呢個圓環去體驗唔同嘅一種空間感受啦。佢哋可能企喺唔同嘅位置，都會產生另一種嘅視覺經驗。我希望將呢個人同埋空間同埋我嘅水墨作品產生種微妙嘅連結。呢件作品叫做鬼啦 ，Tracing。咁其實佢係一種對筆墨嘅探討同埋研究嚟嘅。喺一個好漆黑嘅環境裏面，我染咗一張宣紙喺上面進行一個打磨啦。筆墨本身係一個好抽象嘅表達嚟嘅，利用另外一種形式去表達對筆墨嘅理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打磨嘅方法同我自己平時一個練習或者係實踐咧係有一種共鳴咯。